Number standard zeta ta chulung na cha ke pension pe mabu ya bu shi de den yong do de na la。你穿的红衣服，在狗眼里就是土黄色；你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在猫眼里亮得像白天。我们总以为自己看到的是真相，实际上在动物眼里，你可能活在另一个星球。那在不同动物眼中，世界都是什么样的？先从你最熟悉的狗说起。很多人以为狗是色盲，看什么都是黑白的，大错特错。人眼睛里有3种感知颜色的细胞，叫视锥细胞，能看到红、绿、蓝3原色，所以我们的世界是彩色的。狗只有2种视锥细胞，只能分辨蓝色和黄色，红色和绿色在它眼里全是深浅不一的土黄色和灰色。你看到的七彩彩虹，在狗眼里就是深蓝、浅蓝、灰、深黄、浅黄、白。导盲犬能分清红绿灯，不是它能看见红色，是它看灯的亮度和位置，判断什么时候该走。下次你给狗买红色的玩具，它可能根本不觉得好看，在它眼里那就是个土疙瘩。再说说猫，你有没有半夜起来看见猫在漆黑的屋里窜来窜去，连东西都不撞？不是它嗅觉好，是它真的能看见。猫的视网膜后面有一层叫照膜的反光层，就像一面小镜子，能把没吸收的光再反射一次，相当于光在它眼睛里过了2遍。所以猫在黑暗里的视力是人的6倍。你觉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在它眼里和黄昏差不多，而且猫晚上的视力比白天还好。晚上你用手电筒照猫的眼睛，会亮得像2个小灯泡，就是这层照膜在反光，你永远打不到的苍蝇，视觉更是开了挂。为什么你拿苍蝇拍，慢动作一样凑过去，它还是先一步飞走了？因为在苍蝇眼里，你就是在做慢动作。人眼每秒能分辨60多帧画面，苍蝇每秒能分辨250帧，你拍下去的动作，在它眼里就像电影慢放，它有充足的时间反应逃跑。科学家说，动物越小，新陈代谢越快，它感知的时间就越慢。所以在苍蝇的世界里，我们都是行动迟缓的巨人。下次打不到苍蝇别生气，人家是天生的时间刺客。蛇，很多蛇的视力其实很差，看东西模模糊糊的，但它有个你没有的超能力——热成像。蟒蛇、蝮蛇这些蛇眼睛和鼻子之间有2个小坑，叫颊窝，这东西能感知红外线，也就是温度。在完全漆黑的夜里，你身上散出来的热量，在蛇的眼里就像个发光的灯泡，你往哪儿躲都没用，它不用看见你，就能看到你的体温，精准判断你在哪儿，有多大，是不是活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蛇在黑夜里也能精准咬到你。天上飞的鸟视力更是甩我们8条街，鹰在几千米的高空飞，地上的老鼠跑它都能看见，这不是夸张。鹰眼的视锥细胞密度是人的好几倍，它还能随意改变眼睛晶状体的形状，就像相机镜头一样，既能看广角，又能放大变焦。几公里外的兔子，在它眼里和你看眼前的手机一样清楚。最后这个是动物界视觉的天花板，没有之一。螳螂虾就是你吃的那个皮皮虾。人有3种视锥细胞，狗有2种，鸟有4种。你猜螳螂虾有多少种？16种。我们能看到红、绿、蓝3原色，螳螂虾能看到16种原色，还包括紫外线、偏振光。我们看到的彩虹，在它眼里就是个单调的黑白条。它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，人类根本想象不出来，因为我们的大脑从来没有处理过那些颜色的能力。它还能自己调节眼睛的敏感度，适应不同的光线。科学家至今都没搞明白它的眼睛到底有多强。你看，我们总觉得人是万物之灵，看到的就是真实的世界。实际上，每种动物看到的世界都是为了活下去量身定做的。狗的眼睛适合陪人生活，猫的眼睛适合夜晚捕猎，苍蝇的眼睛适合逃命，蛇的眼睛适合在黑暗里找猎物。我们看到的红色，在狗眼里是黄的；我们觉得黑的夜，在猫眼里是亮的；我们觉得快的动作，在苍蝇眼里是慢的。没有谁看到的是真实的世界，大家都只看到了自己需要看到的那一部分。我们永远没法知道螳螂虾眼里的彩虹有多绚烂，也没法知道蛇眼里的热世界是什么样。但正是这些不一样，才让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彩1万倍。如果让你选一种动物的眼睛，你最想体验谁看到的世界？